因为天气无稳定，加上禽流感的影响，这个4月底，白马鸡仔这一只鸡仔囝的价小讲起到40块，讲从来都唔捌遮尔啊贵过。啊，饲鸡协会讲，目前每礼拜拢欠超过100万只鸡仔囝，差不多要到8月左右，供应量才会当来稳定。 头家剁鸡卖速度，骹手真紧手，甲人客要爱部位找好。开工日一日透早，就真侪消费者来到市场买。不过4月底，大只白马鸡鸡仔囝介绍起到40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过来白马鸡供应嘛恐惊会欠货。也会啦，那我们就少吃一点啦。我觉得是不至于买不到鸡肉，但是价格一定会是高的部分。当你产地的那个就是来源是少的话，那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可能有心人士他可能会哄抬那些价钱。不会，绝对不会缺鸡肉，会比较贵一点而已。1公斤涨到100多块了，100差不多120、130左右。 就算鸡肉大认为过来无可能会欠鸡肉，不过为饲鸡协会数据来看，3月19到3月25，鸡仔囝数量达到458.5万只，敢若过一礼拜就减43.2万只。4月初嘛，敢若剩400万多只，对比上济只时阵，每礼拜达到530万只，欠超过100多万只。国内的一个供应量有稍微减少，每个月会进口超过至少2万公吨的一个鸡肉。 从国外进来，所以整体的供应在国内的一个需求部分，应该是正常的。农业会讲，最近白马鸡供应量较少，希望借进口来补这个亏。不过鸡卖价少愈去愈悬，恐惊在等到产量变多，才有机会会落价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